我们世界的莲友，在座的法师们，大家早上好，阿弥陀佛。利用今天早上呢，我们赶紧给各位来增加念佛的信心。有一位丁居士，他的父亲杀猪60年了，后来业障现前呢，住院去动手术。自从父亲念佛啊，一直都无病无痛，而且自知时至啊，他89岁的时候往生了。在1996年呢，丁居士把他爸爸跟母亲接到县城来住。有一天早晨，父亲看见丁居士在拜佛，父亲就问：“你在干什么啊？”丁居士就说：“我在拜佛念佛啊。”父亲又问：“拜佛念佛有什么好处啊？”这个时候，丁居士就讲了一些简单的佛的道理。父亲一听呢，立即下床就一起拜佛了。丁居士就劝他说：“爸爸，天气太冷了，等太阳出来暖和了再拜吧。”父亲说：“不行，我现在就要拜。”两位老人家住了几天就回家了。丁居士就告诉父亲，回去以后呢，你就多多拜佛，拜佛困难你就念佛，口称佛名呢，比拜佛更容易更殊胜。丁居士就送他一个念佛机，告诉他说，口念耳听都是一样的，不要间断。到了1999年的秋天呢，丁居士他二弟呢打来电话说，父亲已经4天没有吃东西了，也不跟他讲话，整天就躺在床铺上面。下午丁居士就赶回家，父亲说：“我知道你要回来的。”丁居士就问：“你哪里不舒服啊？”父亲就说：“我好好的，没有不舒服的地方。”结果二弟在一旁就说：“爸，这几天呢一直睡觉，也不讲话，你一回来就好了，真怪呀！”我们请医生来给父亲吊点滴，他说：“我没有病，挂什么点滴？给我受罪，请医生回去吧。”说完就不讲话了，只是不断的念佛。那么下午呢，父亲就对丁居士说：“我要到主屋里面去睡，地下用道场铺垫，睡得比较舒服一些。”家属们都不同意，为什么？因为在老家只有人要临终才这么样安排。结果丁居士就劝大家按照父亲的要求去做吧。上午父亲喝了3次水，一直在不停的念佛。下午1点他就安详的走了。3天以后火化，面容没有一点点的苦相，全身柔软。街坊所有的人都说，像丁大爷这样自由的走，从来没有见过。他能够自由自在、无病无痛的受到阿弥陀佛的接引，顺利的往生西方。这个是一个真正发生的公案。在座各位，杀猪60年了，业障重不重？重，业障重。但是你看，他只要一念回头啊，一心向善，他就是一心的念佛。听他儿子简单介绍完了之后，他也跟着不间断的念佛。结果你看，阿弥陀佛不嫌弃，照样接引他，让他去西方成就佛道。由此证明，这一句名号是我们众生唯一的依靠，也就是阿弥陀佛要救度众生的保证。只要你肯念佛，你过去的好坏，佛从来都不追究的。你现在一心的向善，好好的精进念佛，佛绝对不放弃你的。有这个公案，我们能够明了阿弥陀佛的大慈大悲，让我们深深的感动，深深的敬佩。我们一心要投靠阿弥陀佛，而且要坚定的相信，永远不改变，不换题目，一心的投入在名号里头。我们将这个公案给所有世界各地的莲友们，大家一起分享。阿弥陀佛。